你是欢喜啥？真高出国比赛，得冠军，摕金牌，公赢倒转来。哦，原来你是咧讲亚当女神过幸顺摕到金牌的代志哦。对啊，其他选手嘛足厉害哦。是啊，我嘛有咧看。而且听讲装置的拢用台语伫咧讲战术哦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安尼就算是中国，可能嘛听无咱的战术。对啊，台语就是爱好好啊保存落来才对。嘿妹，时间差不多啊啦。好啦，紧来录音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桃园的高头果写来的。黑白边好，我是桃园的高头果。看到囡仔休热伫厝，规工吵吵闹闹，就互我想起较早休热时，属于阮兜的休热活动。因为我是伫北部出世，一到休热，阮妈妈就会带我甲阮小妹坐车落去下港，转去伫家己的外妈兜。会记伫逐遍转去，坐车的时间真长，路途真遥远，毋过拢有无共的经验。有坐火车嘛有坐客运，比较起来，我较介意坐火车，因为会当沿路看风景，食代替便当，伫车顶甲小妹耍。有当时会坐客运。毋过，因为阮小妹会晕车，所以一上车，阿母就叫伊紧困，我一个人就会足无聊。后来厝内有马车，阿爸就家己驶车，载阮规家伙仔落去。我上爱即种落去下港的方式，因为家己驶车，时间较自由。阿爸上爱紧半暝落去，伊讲安尼较袂塞车。到家己定定拢是要天光的时间，阮会固定去路边买早顿。毋知影是毋是枵伤久，我一直感觉迄间的早顿有够好食，因为休热时间较长，阮拢会伫家己住一礼拜，伫迄段时间，逐工拢袂无聊。我上期待的就是去外妈的芦笋田灌豆白啊，会记得阿嬷会准备2卡地瓜、土啊、1卡桶啊，准备好势了后，伊就骑车载我去芦笋田，先伫水沟啊，甲地瓜的水滴好满。就会当开始灌豆白仔咯。头一摆去，阿嬷甲我讲：“你看，土顶面啊，有足侪个细细圆圆的土丸啊，内底就可能有豆白仔。我先灌一摆互你看。”阿嬷就带我开始找。阿嬷，敢是遮？对，就是即款型的，咱来灌看觅。阿嬷先用土啊甲土挖开，内底真正有一孔，佮甲孔挖较大咧。开始为孔内底灌水，过来阿嬷就讲：“你详细看，水有慢慢啊消落，迄就代表内底有豆白啊。因为因会一直呕吐，咱佮继续甲灌水，但伊挡袂牢，就会家己走出来。毋过伊看到人会佮走倒转去味，所以咱爱用土啊甲伊的路挡掉咧，安尼伊就走袂去啊。而且伊会跳，你爱甲伊抓好哦。”话讲煞，真正有一只豆白仔出现啊！阿嬷紧用土啊，甲伊后路斩断。我随要去掠，无细字去互跳走。第2摆总算是掠着啊！紧放入去桶啊！敢会跳出来？袂啦，桶啊有够深，你去买一寡土放伫内底，豆白仔就会软入去啊。搁摕物件甲伊盖咧就好。迄天下晡，阿嬷甲我、阿母甲小妹。分做2组，开始灌豆白啊！好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来转。虽然食毋甘，毋过巴肚嘛开始枵啊，差不多爱来食暗顿啊。阿嬷，咱掠的豆白啊，我要早转去桃园市啦。戆孙的，这是咱的暗顿，毋是要饲来耍的啦。豆白会当食？当然嘛会使，保证你食一摆就掉咧。转去厝，小可休困了。就看阿嬷甲阿母开始无闲，阿母先甲豆白仔泡水洗洗咧，阿嬷开始写番字、带签。恁2兄妹仔来斗相共，甲番字签插伫咧豆白仔尻川内底。阿嬷用好啊！刷落来，阿嬷就开始煎豆白仔。暗顿时间，桌顶的菜阁有4卡，因为阿母爱食，
若有转去，阿嬷拢会专工去买。我嘛感觉袂歹食，毋过豆饼仔是我头一摆食，酥酥脆脆，真好食。转去家己，阁会当食着我上爱食的早顿鸭肉羹，而且一定爱加面，食一顿会当饱到中昼顿。下晡天气热，本来无想要出门，阿母讲要带阮去挽龙眼，生甜路边的龙眼，虽然细细粒仔，毋过真甜。阮挽一大袋，要早转去北部分。细汉伫家己的故事真正讲袂了，可惜几年后，因为风台都损残去互因调，嘛无豆饼仔。今年外妈过身，嘛无通转去啊。毋知影以后要带囡仔去倒耍，这是我即个老爸即马上烦恼的。请问两位小编，敢有啥物好的建议？哦，讲到热天也着讲，当然嘛是爱去耍水。浸伫水内底，确实是袂歹。嘿啊，毋过吼，带囡仔去耍水吼，特别爱注意安全。对啊，安尼游泳池可能会较安全，有人咧边仔顾，而且未来拢爱学游泳，先甲学起来。啥那未来拢爱学游泳，无要紧啊，毋过即马也无开放啊。是吼，无去个森林游乐区，有树林嘛真凉，互囡仔去遐行行走走咧。对啦，去吸收一寡熏陶精，加看一寡青吼，对目睭嘛较好。嘿啊，高头哥提供互你做参考哦。好，过来念第二张批。第二张批是高雄的阿甲写来的。乌白边恁好，毋知影恁即礼拜敢有讲到奥运的代志？哦，观众朋友真厉害呢，拄则确实有讲到哦。好啦，你莫吵，煞来继续念。我想要写批来分享即届歇热真趣味的经验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踮厝咧上班。原本就是讲吼，会当踮厝，哪看奥运哪上班。结果后来就宣布降级，我拜二就去上班啊啦。但是我最欢喜的是，咱台湾队射击的时阵，我拄好去客户遐。原本是要处理业务甲签约，结果对方的头家甲我讲，叫我等伊比赛看了。嘛爱我坐咧甲因做伙看，互我是欢喜甲。原本继续居家上班是有淡薄仔袂惯势，结果会当甲客户做伙看比赛食点心，心情偌好咧。虽然有淡薄仔无彩，但是韩国队真正是小强诶。咱台湾队已经真厉害呀。后来客户的头家嘛讲，大家拢是打开始来公司上班，伊知影讲一定有一寡适应的问题，所以伊就爱大家较轻松咧。看比赛，大家做伙化休来加油，迄种团结的感觉就出来啊！也毋过我心内其实是足惊的，因为这是我头一届伫上班的时阵光明正大的冒险，而且佫是客户的头家叫我做的。毋过嘛好佳在顺利签约，一定是因为摕到银牌的关系，若无该遮顺利。原本阮先摆佫甲我讲，即间的头家有淡薄仔歹流量，叫我爱较细致咧。结果一切拢真顺利。我看吼是爱感谢咱台湾队，嘛希望过来比赛拢会当得顶，嘛替因加油，台湾队加油！哦，有够赞的啦！原来咱台湾队阁有即款的功能哦。对啊，我看到的时阵嘛是安尼感觉，真正是大家拢足欢喜，咱台湾队会当得顶。嘿啊，因为这是互外国看到咱台湾的一个机会。真的，你看郭幸顺上尾摆啊，无举成功。佫倒伫涂骹，毋过伊笑甲真欢喜呢。我知影你讲的迄张相片，迄个记者佫有讲哦，伊上爱迄张相。对啊，看会出来郭幸顺是真心咧爱即项运动。是啦，那安尼你敢有爱我？毋是啦，是你敢有爱录音？你莫伫遐，我知影你爱我足久啊吼。哦，原来你无爱录音哦，我要去甲主管讲。莫后白来哦。紧啦，赶紧收尾，我要去甲主管斗呢。哦，你哦，乡亲啊，紧写批来替我证明清白咯。毋是啊，后礼拜就是8月份啊，你爱顺续甲观众朋友讲爱写啥物啊？若无敢若写讲白边是元朗的即6个字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念？那呢，你就甲我学白边。哦，观众朋友啊，后个月就是父亲节啊呢。你阁会记得哦？对啊，若无8月份的主题要写啥？所以8月份的主题就是父亲节的祝福。好啦，顺利准过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耶！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批示，
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公园倒转来，哦，原来你是咧讲亚当旅行过幸顺，摕着旅行。其他的选手嘛最厉害哦，是呢，是。要洗几届。阮妈妈就会带我，甲阮小妹小妹啦，恁兜拢咧小妹啦。阿嬷就开始带我开始吹，创啥啊？话讲煞，真正有一只大白仔出现啦！等下我的声，安尼吼，我感觉游泳池会较安全，而且嘛有人咧顾，而且未来拢爱学游泳。你想买第新二起来，哦，这样啊奇怪。安尼游泳池会较安全，有人伫咧边仔顾，而且未来拢爱学游泳，先甲学起来。有档是啥物？我讲啥？你都要讲有档，我想要金的介使。